再来看桃园市滨镇区的移民社福馆哦，去年完工，也毋过有民众向议员定情，讲大厅的态度伤过骨咯，有人搬到骨头个转去哦，讲外口的地砖哦嘛铺了无盖平，要求市政府该赶紧来改善。 民众出入入伫个桃园平镇的移民社福馆内有图书馆、活动中心、幼儿园甲托婴中心。去年完工了后，所有设施也拢开放使用，加做真侪市民的活动空间。毋过大厅的态度虽然说互人反映伤过骨，影响行路。我是觉得蛮危险的。怎么说？因为又是刚下雨了嘛，那这样走进去，小孩子走，然后大人走也是比较容易滑倒。民众 前往呢，常常发生滑倒、受伤，甚至还有骨折的状况产生。但是我要求桃园市政府必须要想出一个一劳永逸的改善方案。 议员提出民众跋倒受伤的相片指控，因为社福馆一楼大厅态度普遍伤过骨，后天就捌发生60外岁民众行路时阵跋倒骨折，也有新的护理人嫌啊厝倒者意外。市府表示，开馆使用了后，陆续主动发现一楼大厅伤过骨的现象，6月已经请厂商做纳米的指骨机，目前各加大指骨毯啊，强化指骨效果。 会勘之后，那议座有说可以再加强，所以我们就是昨天已经进了止滑毯，那今天我们也完成了一个止滑毯的一个施作，希望可以加强1楼大厅的一个止滑效果。 另外，馆外地砖也无平，有民众行路时阵踏到差一点仔绊倒。市府回应进前是开放式广场，常常有车违规驶入，已经加设车组，各赶紧请厂商完成地砖的修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